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內地男日前收一名男賭客1000蚊港元替對方拉角子機，結果運氣爆棚中咗大獎，獎金為56.9萬幾港元。但係有人見財忘義，領取獎金之後唔肯交還並逃走。男賭客報警求助，事發喺11月7號晚上8點。案中事主為一名內地中年男賭客，佢同朋友介紹認識嘅35歲內地男唐某，一同到本澳某娛樂場。唐某訛稱替事主玩角子機，事主於是將1000蚊港元交俾唐某。唐某承諾如果中獎彩金將交還俾事主。結果唐某運氣極順，喺其中一部角子機中咗大獎，獎金為569149港元。兩人一同領取獎金後，唐某帶住獎金伺機逃離現場。事主尋找唐某不果，向娛樂場保安求助。司警接報處理。尋日下晝，唐某自行到司警局協助調查，但拒絕合作。司警將追查贓款下落，案件涉相當巨額之信任濫用移送檢察院跟進。